今日呢個盤相當之神秘，從來係冇對外正式開盤嘅，亦都係海珠區目前嚟講唯一一個86方可以做到4房嘅一個產品。130%嘅使用率，相當於我哋平時110方咁大噶啦。唔單止可以做到3梯5戶，而且客廳開間咧已經去到成5米噶啦喎。靈動空間嘅話咧，後期可以因應翻你哋自己嘅需求做4房都得嘅。陽台呢邊嘅話咧，開發商係統一咗外立面嘅標準，所以咧係全部幫你哋封晒玻璃噶啦。呢邊嚟講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置，再加我哋嘅廚房位啦，亦都係交付咗4件套俾翻大家去使用嘅。一橋之隔咧就係我哋嘅越秀區，而且去翻呢個曉港地鐵站咧，可以話嚟講係相當之方便噶啦。唔單止官宣咗呢個海外附小嘅小書包啦，嗱，衛生間嚟講依然都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。呢個產品點解可以做到130%嘅使用率呢？你依家目前見到嘅所有房，我同你講，全部都係按照陽台加飄窗嚟佈建翻俾你嘅。呢邊嘅樓齡嘅話咧，好多二手樓都已經係去到成15年以上噶啦，所以周邊地緣置換客嚟講係相當之多嘅。上年用咗1個月嘅時間清咗一棟，今年嚟講馬上就要加推呢個第2棟噶啦。如果你揾學團嘅情況下咧，可以優先內部揀房，有興趣關注我，帶你過嚟睇。